影途中係一部講及個人生命歷程重要抉擇、掙扎、矛盾同成長嘅好電影。古天樂飾演嘅馬志業係一位敬業熬業、身經百戰嘅救護員，拼命三郎唔顧及自己身體嘅限制同長期職業病，為咗搶救人命不按常規，上司善意規勸佢，幫佢上位，總係我行我素。同時一位單親嘅爸爸，小女3歲嘅時候，媽媽急病逝去，佢一直內疚，唔知點樣面對女兒嘅追問，好似好多香港人想以移民改善生活，亦都想逃避扎身喺生命裏邊一啲嘅嘢。大家入場有2大看點，睇下一直好識做人拼上位嘅游學修，古仔點樣擦出火花，受到古仔同佢姑仔嘅啟導下，學習珍惜生命，喺工作中揾到人生價值。第二，主角嘅女影片開頭成日問到爸爸口啞啞咁面對，過程中經歷咗乜嘢，有咩大小場面嘅生死搶救搏鬥中，主角有咩領悟，得到救贖。最後呢個爸爸有勇氣抱住個女喊咗出嚟，講咗一句人生成長從切悟嘅話。